嗱，聽到呢個介紹咧，我自己好開心嘅，因為個覆蓋面同埋個思路咧，係我自己相當認同，亦都睇到咧就唔係純粹單從介紹交流呢個層面嚇，亦都走向呢個對接嘅層面。咁我有兩個具體少少嘅問題，我想了解多少少。嗱，依家呢個平台或者係呢啲活動咧，最主要都係由環境生態局去推動啦。咁但係去到對接層面咧，好多時候牽涉到產業嘅對接、資金嘅聯動咁。咁有冇聯動我哋自己香港特區政府嘅其他嘅局或者係處包括譬如出邊貿發局咁樣一齊去推動呢樣嘢咧？呢個係第一個問題。第二咧就大數據平台咧，我自己覺得係好重要嘅。咁尤其是咧，即係喺個介紹都講到咧，依家針對一啲嘅汽車嘅國家咧，你都係挖掘到佢哋嘅需要或者係甚至個痛點有咩要求。同時嚟講咧，即係亦都睇到即係香港自己本身同埋國家有啲咩技術啊服務咧係可以對接到嘅。咁呢個大數據平台咧，如果係可以繼續發展落去，針對一帶一路國家去長期去研究搜集佢哋有咩需求有咩痛點，然後發揮到一個長久嘅其實一個即係世界上有影響力嘅對接平台嘅作用。咁有冇呢個思路咧？多謝主席。好，局長唔該。係。我哋十分重視咧，即係呢一個嘅，即係個真正嘅貿易嗰方面嘅發展嘅，所以我哋呢一個嘅國際環保博覽咧嚇，我哋係同咧即係貿發局一齊嚟到係合辦嘅，咁所以咧即係啦嚇，即係嗰啲嘅無論喺一帶一路嗰度嗰啲嘅有興趣嘅公司又好，或者係政府機構又好，以及內地呢個企業都好，可以透過貿發局嘅平台咧嚟到做一啲具體嘅跟進啊各方面工作，所以喺一方面我哋係有咁樣嘅計劃嘅。咁但係當然啦，我哋係即係局同埋環保署咧，我哋係自己我哋搭建一個嘅平台，讓呢啲咧係可以發生咁樣嘅情況。咁至於其他啲問題，我睇下處長有冇咩嘅補充。其實咧，我哋係或者我答第二條咧，就係關於個大數據平台嗰度啦。其實我哋香港咧喺一個大數據方面嘅利用咧，都特別喺環保方面咧，其實已經喺全世界入邊已經係差唔多係最先進嘅嚇。咁我哋其實喺好多嘅國際嘅會議入邊咧，我哋將香港嘅環境數據平台咧。對唔住，就我哋咧去介紹嘅時候咧，其實好多國家咧都覺得我哋係好先進，同埋咧佢哋喺國際上邊咧，亦都係去醖釀咧係做一啲即係工作坊咧去仿效我哋香港，然後去做嘅。咁我哋喺香港嗰度咧，其實我哋攞晒全香港嘅所有嘅嘅生態嘅數據啊，同埋我哋一啲即係我哋嘅譬如交通嘅數據啊，又或者係我哋嘅即係個規劃嘅資料啊，咁我哋擺晒個平台度。而家其實咧，我哋已經係香港嘅好多嘅即係顧問公司啊，或者係團隊嗰啲咧，即係研究團隊咧，都成日去用嘅。咁我哋去介紹完之後咧，其實我哋都發覺咧，好驚訝地咧，原來而家好多世界上邊咧，好多嘅地方咧都會用我哋個平台嚟到做教書嘅嚇，即係話原來咧係我哋個大數據嘅平台係好好。咁咧喺個大數據嗰度咧，其實我哋嘅應用咧，我哋亦都嘗試過咧，其實係將我哋個平台本身咧係去用吸納咗外地嘅即係一啲開放嘅資料咧，原來其實咧我哋係可以證明到咧，我哋個平台係可以去其他嘅地方用。咁所以我哋嚟緊咧，就我哋會將我哋個平台咧推出去，我哋會先喺個大灣區嗰度咧嚟到做，睇下係喺其他嘅地方用完之後咧，我哋就可以繼續咧將我哋個平台咧係推出去其他國家嘅。咁頭先我哋都講咗啦，我哋喺上次咧去斯里蘭卡嘅時候咧，我哋亦都其實係利用咗一啲開放嘅大數據，同埋我哋自己本身有啲即係個氣象嘅資料咧，其實我哋係可以做到一啲比較簡單啲嘅數學模型咧，去俾其他嘅國家去使用。咁佢哋都覺得好驚訝，係原來我哋可以做到咁樣嘅嚇。咁我哋希望係透過呢一啲咧，將我哋嘅數字嘅能力咧係輸出去。多謝主席。